好，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今日係9月22號星期日嘅晚上。大家好啊，咁啊翻嚟都係我哋兩個啦。咁啊上一節27分鐘咧，咁啊其實都好長啊，諗下咧都唔應該咁長嚇。咁啊因為咧我哋嗰日搭飛機翻嚟咧，就嗰位空姐咧就話想我哋個節目長啲嚇，咁啊依節順咗你意先啦嚇，因為好辛苦啊做咁長啊。唔係，同埋我哋烽煙係辛苦好多㗎，我哋睇唔到大家咧，即係講嘢會逐個答聲㗎。係冇錯。嗱，好啦，咁啊，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啦嚇，撳 like 睇廣告啊，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share 同埋咧訂閱我哋頻道，加上咧心肺復甦法幫我哋救翻起個 Facebook 啦。咁我咧就應該出獄噶啦 ，Facebook 咧就封咗我7日。咁啊，呢7日嚟咧好多人都 PM 我，咁啊我啊睇到啊覆唔到嘅，咁我索性都唔睇啦，因為咧費事俾人覺得哇你睇完人哋啲嘢唔覆人哋嚇。咁啊，同大家講翻。我哋嗰個最新嗰個消息咧，就有件國情要講。但係依間單國情咧，其實都關係到香港嘅。咁啊，事緣咧就呢個叫政法委啊，就又出嚟咧就開會嚇。咁啊，今次咧主要開會嘅對象咧，我哋就咁睇啊，佢直情係等於不公開不點名咁樣咧，係批評呢個香港嘅林鄭月娥政府。嗱，呢段嘢咧，不如 Donny 講佢嗰個重點講啲咩啦，係嘛？嗱，政法委大家都記得嘅。嗱，政法委咧，首先就係最近呢幾個星期先至開始蒲頭嘅。嗱，之前咧大陸咧出聲咧去講香港嘅嘢嘅部門咧就唔多嘅。嗱，大家最記得當然就係國務院新聞辦就出嚟講香港嘅情況啦。咁跟住咧，大家都記得國務院新聞辦就好似俾我哋批中咗咁樣，就似乎咧俾人哋喐佢啦。咁啊，而家呢個陽光啊、徐露穎啊呢啲咁嘅低級共幹咧，我哋已經係徹底咁見佢哋唔到噶啦。咁而家咧就多咗個叫做中央政法委。嗱，咁政法委我哋上一次已經介紹過啦。嗱，如果唔記得嘅可以再翻去即係再聽翻。咁啊，即係呢一個本來坐呢個位嘅咧，就應該係政治局常委嚟嘅，就對上一次就應該係一個周永康啦，就呢個大老虎石油幫就俾習近平打落嚟啦。咁而家咧，政法委咧其實就係 under 政治局嘅，佢裏邊嗰個人咧就唔係政治局常委嚟嘅，就係政治局委員嚟嘅，即係低咗一格嘅比之前。低咗一級啦。係咁，佢上一次咧就出嚟，大家都記得嘅，佢就係喐李嘉誠。因為李嘉誠上一次出嚟講嘅時候就係講緊希望對於年輕人網開一面，即係唔好再用啲咁暴力嘅方法去對付年輕人。咁而上次上邊係好嚴厲咁樣透過政法委把口啊，透過佢嗰個 blog 咧，就係寫一篇文就話佢呢個網開一面論啊，係縱容罪犯，就係話李嘉誠係縱容香港嘅犯罪行為，咁嚟喐佢嘅。係咁啊，即係話音未落啦。咁啊，李嘉誠嘅風波都未解決啦。咁啊，即係呢2天咧，呢個政法委咧就開咗呢個叫做交流會。咁咧裏邊就講咗好多關於呢一個即係點樣防範呢啲所謂嘅嗱，你知共產黨好中意用嗰啲字眼叫防範重大風險意識啊，打好防範睇下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主動仗啊！嗱，佢好 Q 劇嘅嗰啲字，咁即係咩意思咧？其實嚟去就話俾你知咧，而家咧就係要防範風險。咁佢講嘅風險係咩啊？大家都知就係講緊即係呢啲維穩啊，維唔到穩，咁呢啲就係一啲會令到國家根基動搖，尤其是佢哋共產黨政權個根基動搖嘅呢啲風險咁講緊。咁啊，成個交流會就係不斷咁講呢啲政治風險啊、咩暴力風險啊、社會穩定風險啊，講呢啲。嗱咁咧，係 Tony 有冇補充呢度？嗱，其實咧大陸啊，其實由習近平上台開始咧，佢哋就揾咗好多啲專家啊，用咗好多嗰啲唔同嘅數據啊、唔同嘅分析方法咧，就係揾翻近依100年來嗰啲倒台嗰啲極權啊。包括呢個東歐啦，包括埋納粹啦，包括埋嗰啲中國嘅朝代啦，即係佢
等於歷史啊，回顧翻。咁佢哋做咗好多資料出嚟咧，就係防止共產黨咧喺100年內咧就會倒台，又或者咧就瓦解嘅，或者俾人打倒嘅。咁佢哋咧有好多方法係避免啊。咁啊當然啦，一係咧就監控啦，人面識別技術咧，全國都係監控啦，跟住控制埋你嘅網絡啊、手機啊各方面嘅嘢啦，係咪？咁佢哋咧其實好介意咧，其實共產黨好介意，或者係應該係習近平啊，佢哋 feel 到咧，好怕就係喺呢個共產黨嘅江山喺習近平手上丟失。當時習近平一上台咧，最多人講佢就係佢話佢係崇禎。咁當然佢梗係唔想喺梅山自縊啦嚇。咁但係咧，佢就參考翻，因為蘇聯啊都係約莫係70年左右咧就冧嘅嚇。咁所以咧，因為蘇聯17年啊嘛，到咧1991年就70幾年就冧就倒台啦。咁佢就好驚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做咗好多研究。咁所以咧，每一次佢哋內部咧，其實來去都係覺得我即係中共咧唔可以喺我手上倒台，我哋一定要搞好佢，要過咗100年又要100年，即係佢係咁嘅諗法啦。上次已經講咗啦，係咪？咁啊，所以咧，佢哋成日都有啲咁嘅研討會嘅，就係話啊，防範我哋倒台啊，防範我哋有啲乜嘢邊啲嘢有機會出錯嘅，我哋就要堵塞；邊度有機會爆發革命嘅，我哋就要消滅於萌芽狀態。咁香港咧，其實最近咧都係成為大陸一個好熱門，尤其是大陸官場好熱門嘅討論。而家開始有啲嗰啲即係嗰啲各級嘅官員咧，都喺度諗話，即係你香港會唔會係隻灰犀牛啊？即係以前啲人講黑天鵝啊，突然間爆出嚟，就令到當時30年前又係關佢事嘅，就係6·4事件，中國喺北京天安門屠殺，反而令到東歐啊，就成個東歐嘅政權倒下，連蘇聯呢個老大哥都消滅埋。咁所以共產黨係喺今年2019年咧係驚到不得了嘅，因為逢九咧大陸都驚嘅，逢九必亂啊嘛。89年就6·4，49年就中共就消滅國民黨，係咪？係啦。咁今次呢個政法委頭先講咁多嘢咧，其實都喺度即係等於喺度開會，喂，我哋咧就唔好倒台啦，防止倒台。有啲乜嘢會令到我哋倒台咧？咁樣大型群眾運動嗱。大型群眾運動咧，其實喺大陸咧近呢幾年咧已經好少，已經減少得好緊要噶啦。嗱，因為講翻起5年前啊，即係講香港佔中之前嗰段時間，習近平啱啱上台咧，都仲係好多嗰啲叫群體性事件啊。咩叫群體性事件咧？例如咧廣東嘅烏坎村啦，例如咧湖北嘅石首啦，係嘛？咁啊，當時係爆發過好多啲大型嗰啲人上街抗議政府，跟住咧政府就派啲人武警公安去鎮壓啦。咁啊，最後梗係打死人啦，係嘛？但係反抗力越大，壓迫力越大，佢哋就係希望喺你哋人群聚集之前就要打散你。跟住之後咧嘅微博咧，佢哋後尾發展到有微博啦嘛，就係每一條嗰啲微博只要轉多過500次。就會封你戶口，即係以防嗰啲一條微博有10萬人睇、100萬人睇過，或者100萬人轉發，咁啊變咗全國有半老百姓知道，係咪？佢哋就防止嗰啲信息係流通得好快。嗱，大家係插少少。嗱，大家都記得嘅，其實習近平當初上台之前咧，大家仲研究緊習近平到底係咪一個改革派，係會令到即係中國走向更加開明、更加進步。即係當時佢係有一個姿態，就話俾你知，我係改革派嚟嘅，我要打貪污，我要搞開放一啲。打大老虎，經有咁樣嘅睇法，但係即係話風一轉咧，即係習近平後來就喺佢個講話啦。點解我哋成日話要亮劍？其實呢句説話係習近平講嘅。我哋成日會話，我哋啲網友向啲5毛亮劍。亮劍嘅説話，佢就係覺得你啲互聯網上邊嘅人亂咁講嘢啊。習近平就係叫啲幹部，要對於呢啲互聯網亂咁發言嘅人，要勇於亮劍啊！我哋一路就係用緊佢亮劍呢個字眼啊。咁即係咩意思啊？咁當然最尾佢又唔係，即係大家唔係，佢梗係唔係叫啲市民去建設性留言去對付啲5毛啦嚇。佢嘅方法咧就係用大規模嘅網絡監控，就係你頭先阿 Tony 講嗰啲啦。即係你連發一個微博，
轉載多過500次，佢都幾乎要你實名，跟住要查封你個帳號啦，近乎係。係啊。咁啊，跟住咧，連環球時報嘅總編輯啊，出過一篇要求中國開放網絡嘅文章咧，都俾人嚟封閉咗、屏蔽咗啊。咁啊，可想而知，大陸咧嗰種管控咧，係真係監控到你係生活嘅每一點滴。佢幾乎你平時你喂屙開1次屎啫喎，點解今次去咗3次廁所啊？你係咪喺入邊做炸彈啊？你係咪有圖謀不軌啊？喂，差唔多公安可能都會打電話俾你嘅喎。喂，Tony Choi，平時你每日屙1次屎嘅啫喎，點解今日屙3次啊？嚇，你今日係咩事啊？咁樣，喂，會即係有咁嘅可能啊？都當然我嘅講得誇張啲啦，係咪？咁啊，有玩過呢個 WeChat 嘅人都知道啦，佢哋係真係會有公安打電話俾你嘅。如果你喺上面有啲乜嘢發佈過一啲佢認為唔合呢個國家法律法規嘅嘢，有公安打電話俾你嘅。喂，你係咪講嗰啲咁嘅嘢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要睇翻政法委今次咧，佢哋係嚴防共產黨倒台咧，係無所不用其極，而且佢哋係十分之神經緊張嘅。群體性事件咧，基本上喺近呢幾年咧，喺大陸已經慢慢消失咗噶啦，已經係因為咧一有少少事咧，佢哋已經撳低咗啦。邊個想搞事就即刻捉住。大陸咪有叫信訪辦嘅，即係咧俾你上訪啊。啲人咧咪去到信訪辦咧，就到每一個地區嘅政府咧，就會有一個叫截訪辦，就截停嗰啲上去上訪嘅人，就揾嗰啲公安啊、武警啊或者國保咧，就去綁架嗰啲咧企圖去北京上訪嘅人。咁你諗下，一個部門叫上訪信訪辦，一個部門叫截訪辦，係嘛？咁啊，即係話佢大陸咧係好怕你有群眾性，即係群體性事件或者大型群眾運動。但係香港竟然係大型嘅群眾運動已經持續咗3個幾月。你諗下。佢大陸唔擔心就係有鬼啦，因為咧，你諗下大陸係未試過咧，係超過3個月嘅一單運動可以持續到3個月，係冇噶。係講即係當年香港雨傘運動都持續到即係一段好長時間，其實佢哋當時已經係相當之擔心噶啦。係啊，因為俾你咧。即係嗰個畫面影翻大陸，哇！佔領喎、彌敦道喎，灣即係呢個軒尼詩道俾你佔領咗喎。你諗下嗰個畫面啊，俾大陸人睇到幾可怕，佢哋幾驚俾人睇到啊。咁當然啦，佔領運動之後就俾佢哋消滅咗啦，撲殺咗啦，係咪？但係嗰啲種子仲喺香港人嘅心裏面咧，其實係一路咧都揮之不去。今次。嗰個運動直情係發展到已經係3個幾月，就嚟仲有10零日就4個月啦，係嘛？到到10月1號，全世界又是中共想全世界幫佢唱生日歌嘅時候，你哋反而喺度掃佢嘅興，日日出嚟示威，仲有示威嗰個苗頭，唔單止冇減弱到，仲好似越嚟越強。係冇錯，而且當初咧佢。雨傘運動嘅時候，佢亦都唔夠膽話，即係嗱，雖然佢哋好想啊，即係激進嘅力量，佢就會喺度抹黑你哋呢啲係啲港獨嘅力量啊，顏色革命當時都唔夠膽咁樣講噶啦。今次咧個問題係咩咧？當你越係講呢一啲係顏色革命，係挑戰中央啊，焚燒國旗啊，挑戰國家尊嚴，你越係講呢啲嘢嘅時候咧，你就越顯得你嘅政權係無能嘅，你根本一啲能力去應對所謂顏色革命啊、挑戰國家底線，完全係做唔到嘅。甚至乎你話嗰啲係港獨分子，既然嗰啲係港獨分子，點解你唔制止佢啊？制止唔到啊！原來即係呢個信息喺上邊嘅官場係已經係見到，其實香港嘅政治局勢已經係上邊官場攞嚟用作政治鬥爭嘅一個重大嘅一個籌碼嚟嘅。或者即係而家好明顯嗱，所以好明顯中央政法委咧，我哋上次都解釋過，即係呢個郭聲琨咧，就應該咧就係習近平嘅人嚟嘅。係。咁當然呢篇嘢講嘅嘢，同埋呢個會裏邊講嘅防範重大風險，其實我覺得只係重複緊習近平講緊嘅嗰個鬥爭。兩次講鬥爭，佢重複咗好多次。佢而家只係轉咗啲字眼，就變成係要打一場硬仗。一場防範戰役嗱，就變咗呢啲字眼啫。嗱，講嘅嘢咧都係重重複複嘅，其實即係講緊就係話俾你知，你哋要做好防範工作，唔可以將一啲小風險化為大風險。
係其實我覺得呢篇嘢咧係一啲説話話俾你香港政府聽嘅，其實甚至乎咧，好似係有即係項莊舞劍啊，係咪有所指嘅喎？佢唔係有所指係嘅。係啦，佢唔係打緊稻草人嘅喎，而且佢呢個係切切實實有人將香港嘅問題小事化大啊嘛，嗯，係咪啊？仲有喎，文章裡面係講香港佢哋係大陸嘅國策咧，係要打黑除惡啊嘛，掃黑啊嘛。點解香港反而係派黑社會出嚟？嗯，大陸不斷喺度營造呢香港警察要支持香港警察執法，但係香港人不斷就喺度鬧呢啲警察黑社會，原因就係你哋同黑社會勾結啊嘛，你哋好用咗黑社會出嚟打呢啲人，打呢啲市民，打啲示威者嗱。當然啦，政府如果你可以用政府力量，有乜理由用黑社會啊？係但係你哋搞唔掂啊嘛，所以你哋要請槍啊嘛。係喂，呢個問題好嚴重，呢個政治好嚴重嘅政治錯誤嚟㗎。係唱紅打黑嘛，正所謂上邊嘅，即係你居然就唱紅啊，你就唱緊啦，居然你唔係打黑我，居然你係勾結黑社會繼續去做喎，即係呢樣嘢就算你係最後能夠唔知點解平息到今次嘅情況，暫時緩和，佢而家即係呢個政治鬥爭，係一定係要將呢一啲你曾經動用過力量嘅人做過嘅呢一啲犯過嘅呢一啲事，佢一定係要攞嚟批鬥噶嘛。其實係佢唔可以容許呢件事。冇錯啦，係一定會追究嘅，一定要追究呢啲嘅。嗱，以前咧嗱，我講翻一段歷史啊，講翻20年代咧嚇，共產黨有啲地下黨員啊，就當時係俾國民黨捉咗，咁啊捉咗之後咧，為咗保住條命咧嚇，佢哋係寫咗叫做悔過書啊，就向呢啲國民黨嘅特務咧寫悔過書，並承諾咧就話要退黨。要退出共產黨啦，我哋唔會再搞噶啦，咁樣啊，即係求呢啲人放過佢，係向呢個國民黨投降。咁咧後尾去到文革嘅時候咧，俾人抄翻出嚟，就係話咧61人叛徒集團。你諗下20年代啊，因為當年為咗保命，而且咧當時嗰個決定咧退黨咧，同埋向國民黨投降咧，係得到當時嘅中共中央咧係接納嘅。為咗保存實力，為咗保住同志嘅性命，係俾你哋投降嘅。點知到到文革嘅時候咧，就抄翻出嚟批鬥，就叫做61人叛徒集團。喂，共產黨俾你投降咯，為咗保住條命，轉頭就話你係叛徒，話你係國民黨特務，仲要過咗40年喎。係嗱，呢個即係40年之後攞咗出嚟講喎。係，喂，你諗下。你諗下嗰啲係咩事啊？屌你老母！當年老子攞條命出嚟搏命，你又話批准嘅？屌你老母！而家你嚟鬥鳩我，就攞我40年前嘅事嚟鬥我。你諗下共產黨係咩組織啊？嚇！即係我要大家了解歷史啊。咁而家咧呢個香港中聯辦新界工作組嘅政府呢個主任，喂，你哋都係同啲鄉黑勾結得好緊要。將來清算一定係由你哋開始嘅，咁同埋首肯向住依班叫做咧開綠燈，或者向住依班黑社會開綠燈嘅人，包括你警察，包括你林鄭月娥，你估佢哋唔會清算啊？因為個問題就係我哋上面打黑，我哋要營造一個好好嘅氣氛，好和諧嘅氣氛，你哋係出黑社會打人，係嘛？呢個係已經係犯得上面嘅國策啦。第二，我哋之前講咗咁多嘢，即係你破壞習近平嗰啲，嗰啲已經講到沉啦。而家就再講一個問題，就係好少嘅事，你哋點解化到咁大咧？呢個係示威者當時嗱，呢個係示威者問嘅問題喎。呢個點解我話呢個講話係咁針對性，就係佢正正就係講緊你而家係將冇做好防範嘅工作啊嘛，你係將小風險居然係化為大風險啊！而呢個大風險其實已經威脅嘅已經唔再係你淨係你香港一個咁簡單嘅地方啊嘛，其實你而家個風險係不斷咁擴大緊啊嘛，其實係冇錯啦。而家嗱，因為示威者嘅講法就係咧，
要求要五大訴求啊嘛，要你撤回嘅條例啊嘛。但係當佢哋喺6月份嘅時候，你哋就話唔可以撤回，就講咗好多藉口，諗咗好多藉口出嚟話，誒而家壽終正寢啦，已經等於撤回啦。但係就一路都唔會撤回。到9月5號，點解你突然間又可以撤回咧？原來撤回係冇成本嘅，只係你一路都唔做。呢個問題就係將小風險化成大風險啊嘛，已經唔係大風險係大災難啊！你點解要咁做咧？原來一個好少嘅問題，喂，撤唔撤？原來係隨時都可以撤嘅嘢，點解你一路堅持咧？你堅持啲乜嘢咧？你係咪想將呢把火燒上中南海啊？呢個問題其實真係已經燒盡啦，坦白講。係啊。喂，呢篇就係成篇文嘅重點啊！就係你係咪想引火上去燒中南海啊？你想將香港問題國際化？而家係嘅喎，本來就係一個地區嘅問題，係咪？有人抗議你嘅政策，喂，一個政策，立法會討論嘅政策，你咪唔繼續去，你咪話宣佈收回咪算數咯？點解要越嚟越將個武力升級，越打越多人，搞到而家警察好似日本皇軍咁樣，係嘛？嗱，其實歸根究底咧，大家細心諗下就係啦。如果用翻而家我哋即係分析所謂嗰個私了同埋藍絲點解會好似潰敗咁嘅原因，其實佢哋其實原本係冇潰敗。個問題就係佢哋一路咧都係用一個錯誤嘅基準去衡量佢哋自己嘅實力，呢個先至係佢哋覺得自己而家潰敗嘅最大原因嚟嘅。佢哋一路係即係誇大自己嗰個能力同產量啦，大家都知啦，即係大躍進嘅時候，嗰啲產能點樣誇大法啦，係咪？係啦，某產一路係啦，一路以嚟，其實佢哋就係自己圍爐打飛機、虛報軍情，包括自己有幾多能量，有幾多青年人支持佢哋，做咗幾多青年工作，做咗幾多組織工作、地區工作啊！以為呢啲全部係佢哋嘅實力，點知當呢件事爆煲嘅時候，先發現原來自己嘅能力係冇嘅，比想象中細10分，即係細10倍。原來係1/10都冇，都可能唔止啊！嗱，你諗下啦，佢哋以為啊，一路以為佢哋係大多數嘛。只係你哋示威者只係少數嘛，示威者不代表主流民意嘛。喂，呢個佢哋完全錯晒㗎，示威者就係主流民意嚟㗎。而家你哋係逆民意而行啊？點解示威者所到之處啲人係歡呼，而你警察去到邊都俾人噓，俾人屌老母啊？咪就係因為你哋下邊嘅工作做得唔好啊嘛，負責管下邊嘅人就以為自己好開心啊嘛嚇。中聯辦見嗰啲青年民建聯嘅人就以為見咗青年啊嘛，跟住就好多人欣欣向榮啊嘛，你仲搞咩70週年咩頒獎禮啊？即係仲係以為自己好多人民擁戴你啊，頒個咁嘅垃圾獎就以為人哋會向你擁抱啊嘛。其實嗰啲就只不過係你嗰啲藍絲組織微不足道，完全根本反映唔到香港嘅人民諗啲咩嘢啊嘛。其實係啦，根本就唔係民意。仲有咧，其實另外睇過一件事就係7/21啦。當時嗰個元朗恐襲啊，佢哋嗰個思維咧係覺得要教訓，點解買藤條啊？覺得你啲示威者打仔，你哋係好少數，可以閂埋門打仔。佢哋當你係一個好少數嘅，我打咗仔之後咧，就唔會再有呢啲示威者啦。咁樣啲示威者會驚啦，打完啲仔就驚。喂，所以真係知道你面對緊嗰個係全香港人啊。所以根本就係。所以我再講多次，即係其實共產黨嘅話事人，佢其實根本好多時佢就係要對付嘅就係你下邊嘅呢啲共幹啊嘛，就係你啲下邊辦事不力啊嘛。佢哋係以人民起家嘅，其實佢哋唔會以人民為敵㗎。佢哋要鬥爭嘅對象到最尾，佢哋認為最尾導致呢啲風險產生嘅就係你下邊嘅人做得唔好嘅啫。冇錯啦，因為咧，你官員啊係擁有公權力噶嘛。當你官員瀆職做得唔好，或者咧叫欺上瞞下，即係大陸嘅講法咧，欺上瞞下係嘛？喂，你哋就係犯咗死罪噶啦。你哋就要死得好難睇噶啦，因為你哋做緊啲乜嘢啊？喂，你哋將一個好小嘅事搞到而家變成全世界頭等大事啊！原來你6月份可以撤回嘅，點解9月份先至撤啊？
原來好少嘅啫喎，出嚟講句説話就可以化解嘅嘢，點解當初唔做啊？嗯，係。呢個問題其實係上面而家喺度講緊嘅問題嚟噶嘛？喂，原來咁少嘅事嚟嘅啫喎，好容易解決，點解唔一早唔解決啦？將呢件事，喂，即係另外當然本身嗰個可能係一個脂肪瘤嚟嘅啫，一早唔切咗脂肪瘤，喂，而家變成癌啦，影響埋隔離嘅器官啊！你係咪想影響埋中央啫？即係而家上邊其實面對緊嘅問題就係咁樣啦，因為大家都知佢唔係一個透明嘅制度啦。換句話咁，佢要去清除你，要去對付你嘅時候，要去解決個問題嘅時候，佢一樣都係要用翻呢啲暗招。其實呢啲係台腳喺台底下邊喺度硬腳嘅行為嚟嘅，即係佢要講啲暗話嘅，成日都係啊，唔可以講到明嘅好多嘢嚇。係嗱，咁我哋都差唔多咯呢節嗱，再有啲再新啲嘅嘢嘅時候，我哋咧就會再同大家分析下，即係再同大家解讀啦。變化。好，係咁多先，拜拜。